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6月初3。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撒母耳上卷第2章11节到17节，罗马书第9章19节到29节。今日要给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气。上帝生气吗？前礼拜六，咱讲到上帝的疼。今日咱要思考的是上帝的受气。为什么呢？咱用简单的方法来讲，亲像伫诗篇23篇大笔的诗篇的中间，伊提到着各样的人有两个工具，一个是拐，一个是棍。拐就是顶头有一个圆圆的。各样的人用来交这个落咧落坎骹，也是其他所在手交袂到的所在用。所以管代表是救恩，代表上帝的疼。这个棍呢是用来赶羊、教育、教示的。上帝的疼当然是免怀疑的吼，但是上帝受气管教，嘛是上帝咧表达疼的一种的方式。用人的角度来看上帝，上帝一方面有自妙的特质，另外一方面也有严父的角色。有真侪人咧讲基督徒吼，无应当讲一寡严格的话啦吼。总是都爱讲一寡好听的话，亲像这种的成功神学的概念，基本上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啦。对伫遐的违背上帝旨意的人，甚至用宗教的名来顺属的人，上帝的受气会临到因咯，吼。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1节到17节的经文记载着以利两个囝的歹行为，也提到因后来所面对一个真困难的处罚。以利加拿倒去伫拉玛的厝，囡仔撒母耳受祭司以利指导服侍上主。以利两个囝是匪类。藐视上帝，无守祭司处献祭的肉的规定。人献祭肉得主的时阵，祭司的仆人就来，拿3爪的肉册插入去鼎内底，濺出来的肉，祭司就摕去。一时祭司对乃是落献祭以色列人拢安尼做，那安尼肉油也未烧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甲献祭的人讲肉一寡摕来互祭司烘，伊无爱煮过的肉，爱生的。献祭人若讲油烧啊，肉则照你所爱摕去。祭司的仆人就讲无用得，随时互我，若我就要强摕。以利的两个囝的罪，伫上主的眼中非常严重，因为因藐视迄个献互上帝的祭物。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7节所讲的，上帝赏赐独生耶稣基督，互世间人毋是为着要来定罪，乃是为着来拯救。所以咱知影管教嘛是一个赏赐救恩的方式。保罗伫罗马书提到着安尼的概念。罗马书第9章19节到29节，迄个标题是上帝受气甲怜悯。保罗安尼讲着，安尼你会甲我问，既然是安尼，是安怎上帝还伫责备人？
什么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你这个人，你算啥？敢甲上帝赌嘴？受塑造的物件会对塑造的讲：你是安怎甲我做甲安尼？消费的兼无有权通用同一款的黏土照家己的意思做一个较贵气的器具，一个较俗的器具。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互人知伊的宽容，犹顾用真大的宽容甲容允，会惹伊受气的应该袂无的人。伊为着所准备，伊必要来接受伊的人的阳光，遐个人，就是伊怜悯的对象，伊搁较互因知伊丰富的阳光，咱拢是伊所呼召的。毋若对犹太人，嘛对外邦人中间来呼召。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本来毋是属我所听的，我要互因做我所听的。伫迄所在，我捌对因讲，恁毋是我的子民。相款伫遐，我嘛会叫做永远上帝的囝儿。关系以色列人，以赛亚捌安尼宣布讲：虽然以色列子孙亲像海沙遐尼济，毋过只有所剩的少数会得到救。因主伫地上会真紧彻底来执行审判。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闹整，咱早就亲像索多玛，嘛亲像蛾摩拉。22节到23节，保罗非常清楚地表达着上帝对行为不正的人会受气，但是相时嘛，为着要爱彰显上帝的宽容甲慈悲。基督徒应当更较积极，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千万毋通等到上帝受气了后，佮期待迄个上帝的怜悯。诗篇93篇，尊重至圣的上帝。上帝做王万民袅袅喘，伊坐伫天生基路伯，宝座顶悬，大地摇动，上主伫锡安做大。伊受万民的尊重，愿因称赞伊伟大通敬畏的名。伊是至圣有大权力的王啊！你意爱正直，你建立公平，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脚点的头前跪拜，伊是至圣。伫伊的祭司中间有摩西甲亚伦，伫求叫伊的名的人的中间有撒母耳。因求叫的时，伊有应答。伊伫云条中对因讲话，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上主阮上帝啊，你有应答因，虽然你有照因的所做甲因报应。要顾你是赦免因的上帝，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上主咱的上帝至圣。求主帮助阮诚做守法，求主帮助阮会通诚做闪开你受气，诚做主所欢喜的人。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